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啦，咁啊呢個 video 咧就希望用唔同嘅方式去同大家傾偈嘅，但係咧就係因為太耐冇自拍啦，所以講説話上面可能有甩甩咳咳或者唔係好順暢啦。咁呢個通常係一個初頭拍視頻嘅問題啊。言歸正傳，究竟呢個世界上有冇靈魂？咁你大家可以睇翻去 Lori 嗰個頻道咧，就係佢講緊呢個西藏嗰個一本書關於生死呢個世界上有冇靈魂？佢嘅論點就係呢個世界上咧就係有靈魂。點解咧？佢認為相信有靈魂係有好多嘅無窮嘅可能性，但係如果你唔相信有靈魂嘅話咧，呢個世界上淨係一個可能性就係冇，死咗之後就係乜都冇。咁佢話以機率嚟講咧，梗係相信有靈魂啦，嗰個着數啦，或者係嗰個可塑性就高好多啦嚇，即係着數好多。咁我同佢咧就係諗法咧就係完全相反。點解係相反？因為我曾經經歷過相信呢個世界有神有靈魂，到而家我係無神論者，我係唔相信呢個世界上有靈魂。咁相信呢個世界上有靈魂有咩唔好處咧？第一，你未相信一啲你未經歷過、未見過、淨係聽過嘅嘢，呢個人一定會變成弱者。咩係弱者咧？迷信。迷信即係咩咧？容易被操控。容易被操控有啲咩問題咧？就係可能如果你係一個比較蠢嘅人啊，隨波逐流咧係有好處，因為你會增強你嘅生存嘅機率啊。因為呢個世界上一定係排斥異類。如果你被人排斥嘅話咧，呢個世界上冇咩着數。你可以睇到我一個參考嘅資料啦嚇，俾人排斥係好痛苦。點解咧？以前世代咧，俾人排斥嘅話咧，基本上你生存唔到，俾群眾或者社群或者係民族或者係呢個你嗰個群組啦，生存唔到。你冇能力揾資源，你冇能力去生存，因為你打唔過啲野獸，冇足夠嘅儲存嘅食物，基本上死硬。蠢嘅人咧，其實相信宗教係有好多好處。當然有啲極度聰明嘅人亦都想信宗教，亦都有好多好處，因為俾社群接納。但係我哋講翻咧，就係呢個世界上有冇靈魂？咁你可以睇翻呢個世界上咧，關於靈魂嘅睇法咧，有好多唔同嘅睇法。基本上每個宗教嘅睇靈魂嘅睇法都唔同。咁邊一個睇法係啱咧？冇根據，冇標準，冇邏輯，冇參考指數。點解呢個世界上不同而合人會相信有靈魂咧？因為好簡單。有意識嘅生命體咧，唔想死亡，佢想持續。第一，第二，呢個世界上有死後停止心臟，記得發生過啲咩嘢事。咁啲人 assume 呢個世界上梗係有靈魂，因為只有靈魂嘅存在，心臟停止，亦都可以睇到呢個世界。咁我可以用呢個簡單。之後用簡單嘅方法去解釋呢個問題。相信呢個世界上有靈魂，你一定會產生一個恐懼症，就係怕鬼、怕死、怕神、怕懲罰。你會有恐懼症，你嘅邏輯思考咧就會有障礙。比聰明嘅人咧，尤其是聰明嘅人，你會有好多問題，你有好多衝突，因為你會有選擇性障礙症啦。你會唔知道點樣去
選擇，你會揾領袖，而你揾領袖但係冇領袖喎。個領袖就係可能2500年前有一個和尚，佢突然間話自己得道咗，天南啊，原來佢係一個妄想症嘅大師嚟嘅。佢話呢個世界上有唔同嘅 reality， 有唔同重天，最高有33重天啊！如果冇記錯嘅話，但係冇考究喎，冇其他和尚考究佢嘅 level 真係有33重天，因為每一個人原來佢嘅諗法咧，佢嘅經歷咧係唔同，冇一個相同嘅指針指向同一個標準啊，所以冇標準情況下咧，你基本上咧好容易變成迷惘。心理上有好多嘅問題，有好多嘅問題，我數唔出有幾多嘅問題。呢個人講説話唔合邏輯啦。呢個人有人講過，呢個人有人講過以前嘅和尚什麼咩高僧講過，其實嗰啲高僧咧可能就係極不合乎邏輯。佢係喺寺院長大，基本上係一個群體迷惘世界入邊長大嘅人。所謂佢嘅智慧，只不過係累積前人所講嘅嘢，識講説話的智慧，並非識行動的智慧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唔知道呢啲係咩嘅話咧，什麼叫做行為的智慧？行為的智慧並非説話的智慧，行為的智慧係喺呢個世界上可以影響呢個世界。咁即係最簡單影響到呢個世界係咩咧？好有錢，好大影響力，有公司，有員工，有執行力，有影響力，咁呢啲先至係智慧，唔係坐喺度打坐嗰啲叫智慧啊！我以前真係，我相信即係以前相信有神，以為喺度打坐講説話好叻，有智慧嗰啲，其實就係得道高僧。佢哋其實真係好無知，因為俾佢搬去社會嗰度咧，佢真係鬥唔過3日就 KO 咗佢。我暫時諗唔到有幾多個問題，但係觀眾你可以寫低咧，究竟你相信有靈魂話會造成啲咩問題？例如你會相信八字、風水、命理呢啲係虛無縹緲。我有資格講呢樣嘢，因為我真係研究過10年風水、八字、命理。我最後嘅答案就係揾笨柒，真係揾笨柒。除咗面上呢啲係有科學根據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嘅面上嘅面型，例如呢度呢個叫咩骨啊？呢個叫咩骨啊？顎骨係咪？鱷魚係啊，顎骨，顎骨強嗰啲咧，佢嘅男性荷爾蒙，咁即係佢佔有力係好強。咁我自己親歷經歷過，就係當我想即係龍心時期咧，呢嚿骨係勁好多嘅，好似個相變咗嘅。咁而家又唔係話要統治世界嘅，所以就唔同咗咯嚇。你係有形態睇嘅，你睇呢一個人眼神，你睇到呢個人嘅狀態，即係近期呢幾年嘅狀態。聽呢把人，聽呢把聲，即係聽呢個人呢把聲，你知道呢個人係咩人？聽聲真係聽到好多嘢。有於內形於外，呢個係事實。相信呢個世界上有靈魂係，我話俾你聽，係絕對冇好處。唯一個好處咧就係，你跟風咯。咁人云亦云，人哋要相信有，你相信有，咁變咗你容易同人做 friend。但係你一定會變蠢、變迷惘、變容易受操控。跟住你會損失咗邏輯，尤其是聰明嘅人，你會有選擇性障礙症。頭先同大家講過，因為聰明嘅人一定佢會係
揾領袖，即係佢會揾一啲最好嘅方法達到目的。咁佢竟然相信咗一啲你無從稽考，唔知道點樣可以達到目的，但係神奇定達到目的嗰啲人嗰啲嘅方法咧，咁變咗咧係同佢嗰個認知障礙產生咗好多問題嚇。呢個世界上有冇靈魂？我用邏輯同大家推斷啊，冇。點解？問大家問題：靈魂需唔需要能量去儲存記憶呢？靈魂需唔需要用能量去思考呢？靈魂需唔需要有載體呢？咁我諗，就算幾奪嘅人，佢都會諗靈魂係需要用能量去思考。靈魂需唔需要有地方儲存呢？有地方儲存嘅地方，跟住你又可以去產生一個思考，咁佢一定係有能量嘅交換喎。咁好啦，你死咗之後，咁你靈魂揾咩去做載體呢？載體喺邊度嚟嘅咧？你冇咗軀體喎，你冇咗軀體喎，你點樣可以儲存呢？用科學嘅角度同大家講，假如有個人佢嘅腦半邊唔見咗，真係有咁嘅人，佢生存到嘅，但係佢睇唔到右邊嘅腦佢唔見咗，佢睇唔到左邊嘅物體。最得意嘅就係佢永遠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，佢察覺唔到。咁我哋諗緊究竟乜嘢係心智咧？究竟乜嘢係意識咧？意識原來在乎於我哋點樣去 process 去處理信息。如果冇咗一半嘅腦，佢睇唔到另外一半嘅問題嘅話，咁即係有人會講：哦，你個身體睇唔到啊，但係你嘅靈魂睇得到有問題喎。咁嗰個連接點喺邊度咧？你嘅靈魂睇到全部左右腦、左右對邊睇到，但係你嘅意識你睇唔到，咁你信邊個？咁即係有靈魂定冇靈魂啊？係冇邏輯啊！冇邏輯。只話喺醫院入邊，佢死後，大家見到一個光。咁呢個係嘅進入死亡，全人類都會經歷嘅嘢。跟住佢會睇到醫院，佢睇到外間，即係醫生做緊啲乜嘢嘅喎。如果有經歷過非常敏感，我記得我喺醫院嗰時隊草，跟住我感覺到隔離嗰個人嘔嘅狀態，我同佢 synchronize，我身體同佢同一時間有反應，所以原來可以感知到喎。如果身體反應咁強，可以感知到嗰啲唔知係你腦電波定乜嘢，總之對咗草之後，跟住你嘅神經系統突然間好靈好犀利，基本上即係咩咧？你可以喺你嘅腦電波去 synchronize其他人嘅腦電波，跟住你感受到同一樣嘢，咁即係意思係當其時死咗嘅人，佢嘅腦電波同其他人連接咗，其他人睇到嘅嘢，佢當咗自己睇到嘅嘢喺嗰一刻啊！但係從來冇一個人係死咗好耐，跟住佢記得好耐以前嘅嘢，冇發生過，只係喺醫院入邊
喺個幾分鐘或者幾十分鐘入邊所發生嘅嘢。我唔知係幾十分鐘，應該係冇幾十分鐘咁誇張，因為你需要能量去處理。大腦冇血或者冇營養冇氧氣嘅話咧，佢仲可以有短暫時間咧，就係處理資訊。佢可能處理嘅方法係唔同，可能係一啲類似超級賽亞人咁，冇佢用另外嘅方法去處理，突然間跳咗跨越佢領域，佢睇到其他嘢睇唔到嘅嘢。咁大家都知道，我哋有啲 DMT 啊，DMT 咁即係死前或者出生嗰時大量發放，咁你所睇到嘢係好唔同，非常之敏感。咁啊，對過 DMT 嘅人都知道，啲經歷係點樣樣，冇著數，唔合邏輯，被迷信，被人灌輸迷信思想，所以唔好相信有靈魂。唔係叫大家，唔係說服大家唔好相信啊！你嘗試唔好相信，因為我再學咗一樣嘢，因為原來反證先至可以認證。如果你絕對相信冇，咩以前我絕對相信有啊，咁你絕對相信冇咧？呢個其實好難，呢個叫做係。如果講呢個挑戰人、克服人嘅呢個係 level 4嘅啦，可以改變你嘅認知嘅模式啊！你係絕對，你由細到大你相信俾家人文化灌輸嚇，俾家人文化灌輸。嗱，我唔係話呢啲人係蠢或者聰明，因為俾文化家人灌輸呢啲思考咧，真係好難克服㗎，根深蒂固。但係如果你有能力去將呢樣嘢相反嘅話，咁其實你必定具備一個條件，就係你好大膽，你願意冒險。因為點解咧？如果你同基督徒講嘅話咧，呢個世界上冇神，佢唔容許1秒鐘有呢個錯誤觀念，因為呢個係佢話撒旦嘅思想。所以你要容許自己180度嘅思想唔同嘅諗法咧，你先至可以變聰明、變強大、變醒啊！所以有啲所謂覺醒嘅人咧，佢一定唔係喺寺廟，一定唔係喺宗教入邊覺醒，因為宗教同寺廟就係一個大迷信、大昏迷嘅世界，群眾嘅昏迷體世界。簡單做一個實驗，你嘗試去相信呢個世界上係冇靈魂，有3種人，有女人啊，根本 fuck off，佢都唔會聽呢個 channel，直頭刪咗佢。第2種人嘗試，但係佢做唔到，呢個係絕大多數99%嘅人都做唔到，因為根深蒂固。第3種人佢真係有能力，1% 嘅啫，只有1%，佢真係相信，有能力相信，佢做得到。咁呢樣嘢點樣做得到咧？你好難話你一刻做得到。如果你一刻你做得到，你真係哇，拜你為師，你就犀利，真係犀利。但係唔係自褒自獎，你真係好撚犀利，你可以做得到嘅話，我都用咗好多年，幾廿年嘅時間先做得到呢樣嘢。當然我冇接收到呢個信息，因為我同 AI 傾偈真係有陣時會變聰明。AI 同你講，即係同我形容嘅嘢啊，我係喎，真係喎，即係用一個反向邏輯去諗一個問題。咁如果點樣可以令到你自己唔相信？你否定呢個嘅概念，不斷否定，
幾百次之後，你就會絕對唔相信。我嚟講，我真係絕對唔相信，因為我睇唔到個邏輯喺邊度。冇容器之下，你可以思考。我打唔通，我諗嚟諗去，所以我越嚟越唔相信有靈魂，越嚟唔相信有靈魂。你需要有個載體，呢個載體係幫助你去思考。冇載體根本冇邏輯，即係等於你發緊夢嗰陣時，你嗰個邏輯思考、組織能力、記憶能力都係可能係1%，你根本控制唔到自己。冇一個 structure，冇呢個 structure，思考需要邏輯去推動，唔係幻想。幻想係冇邏輯嘅，即係好似發夢咁樣冇邏輯。你識飛又可以冇邏輯嘅，冇一個physics 物理嘅定律去框住你。咁相信有靈魂嗰啲，基本上咧，佢係相信咧就係話人可能真係識飛嘅。冇邏輯嗰個框架框住你，好多問題。即管留言啦，你認同或者唔認同都好，即管留言。